着予我来拍算，也按照规矩来拜堂。多谢大娘。就用无看去啊！我这娘囝，种娘囝，安尼是拢走大就用的，就用无去啊！相公回来，切心未出远迎，请相公多多包涵。哎呀，这久无看，这位娘囝伫当时安尼说遮多，免。多谢相公。相公，请坐呀。这啊。相公，你终也倒转来了吼。是啦，离开半年之久啊。虽然我人在外，也毋过我的心啊，心分两地，时时刻刻嘛是伫咧思念恁啦。相公，你不过离别，这去半年，实在是使人急死哦。是就是安尼迄一日咯，我不顾离别，实在太毋对咯。这要哪会？相公是一家之主，要哪有毋对咧吼？也是大娘你的疼爱，这位娘囝，你着容我慢慢再向你每一个陪做吼。对啦，相公一路上一定真辛苦。小妹啊，紧烘茶啊。是。大娘啊，真是一个好贤妻啊！哪里？请相公你用茶。哎呀，竟然会遮够礼呢哈！也是大娘，你先用茶。哟，这位姊妹啊，你家看卖咧，相公这捧茶的姿势，阁真好看。哪都对啊！看这手势遮尔啊熟手，大概这半年来，甲捧袂少的茶吼。大娘啊，讲相公最近学袂少的功夫，拂尘扫地、送水捧茶、铺床贴被、行行解铃，对无？是啊。无啊，大娘啊，你这是毋是迄尾俏娘谁来甲你讲的呢？这要哪有啊？这兄伊要哪有讲啥物？伊只不过是来咱厝内算一笔仔小小利益。哎呀，实在要讲是下了袂尽啦。我这半年住伫咧花府啊，是费尽心机，真无容易，才将秋香家过转来。我这个娘囝拢是安尼大贤大德啊，谅必大娘，恁袂来见怪我才对吼。这要哪会会咧？我的翁婿有一手头香触玉的好功夫，这是阮大家做某囝荣幸，阮要哪会敢怪你，对无？是啊。哎呀，大娘啊，好咯，一条街啊，步了，莫管呢，恁过来啊，恁正口甲倒下嘛。对啦，大娘啊，哦，我已经甲带来住伫迄个客栈伫等候。唔知这娘囝甲大娘，你有准伊入门无？什么啊？阮迄个狗妹已经来啊！种伊姐妹啊，相公啊，你也无量早讲，阮这个大家毋着煞去领落你迄个心爱，你心肝毋知我尔啊疼丢丢咧。种伊姐妹啊，紧的啊，赶紧的叫一寡查某囡仔去请咱相公迄位心爱，去请转来啊！别！哈，你赞成我？我家己来去请就好啊。小姐，动手敢会出差错哈？大概敢袂啦。
大娘啊，大娘啊，大娘啊，你会靠近大娘？恁办的代志办了如何？有啊，阮已经将秋阳姑娘接回来呢。果然生得家美如天仙，莫怪咱相公会无少着芳茶送水之苦，伫咧华府为路半年。就是啊，结果会使将这位水解天仙姑娘的秋香姑娘，该带转来苏州，总算也是无吃亏啦。迄有影咯。那因两个吼，才讲是有影无吃亏啦。啊，若要咱遮逐个吼，迄个足吃亏的啊喏。秋阳对见大娘，将家哟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阮相公伫咧华府这半年来，互你遮尔啊照顾，应当都爱阮甲你说多谢，毋则对。大娘。照规矩来拜堂，多谢大娘。秋阳无看去啊！我这娘囝，这娘囝，安尼是讲走大秋阳的，秋阳无去啊！我这秋阳啊！咱也是赶紧来去静听，免得相公急死呀。哎呀，是啥物人好大胆，到客栈给我带走秋阳呢？真是要我气死，我急死！相公，大娘啊，害咯！我去到客栈，秋阳唔知啥物人偷抓去啊！相公，我看了你更加用要起啥？你看，伊是啥？啊？哦。啊，
我知，一定拢是恁哦，故意咧给我作弄的对无？啊，讲啊！是因，是我。哦，是大娘呀，大娘啊，哎呀，好啦，众位姊妹啊，赶紧来恁赶紧斗相共，通好点灯甲彩，互相公甲九妹通好拜堂。嘛得甲相公敬一杯仔酒啊！相公，我是毋是应该爱敬你咧？唔通哦！你要敬我，我受当不起。应该敬酒是我爱敬大娘一杯啊！好咯，唔通搁再啉啊！拄仔若酒醉，是咧那入洞房咧。也是阮这个大娘较体贴吧。洞房是？我无急。你去就紧去，唔通互阮的九妹秋香等伤久。哎呀，无关系，等一时有啥关系？来，咱出来啉，出来食。那春宵一曲大千金，敢讲袂记无？你要去就紧去，哪着踮仔假鬼假怪？大娘啊！你毋免问我，今仔日是你大喜的日子，你还是紧去。拄好，若阮的秋香九妹等伤久，我是会心痛哦。既然大娘安尼讲，那安尼，小生在所有咧，先行一步，失陪吼。